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9148例本土病例，有42个人死亡。11月初7开始，公共场所唔免搁放体温。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今仔伫台北开幕，总统蔡英文强调讲，台湾绝对袂因为中共的威胁影响到对民主的信心。今仔早起，伫新北市三峡陆军的拖拉区，甲一条奥多摆相撞，骑奥多摆的妈妈甲查囝不幸死亡。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39148例本土病例，有42个人死亡，53例中重症，有一个9岁囡仔的重症。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新增39148例啊，境外移入是55例，死亡个案是42例啊。那每个礼拜的周二、周三大概是当周比较高的一个个案数。那我们今天的个案数跟上周二相比是少了5698例哈，那降低了12.7%。那特别要口头补充的是一个特殊的重症个案，或是一个小朋友9岁的男童，他本身是有接种过2剂的新冠疫苗。过去也没有慢性病史哈，住院后的这个复验的新冠 PCR 确实是呈现阳性 ，CT 值15哈，同时呢也有从尿液当中检出肺炎链球菌抗原阳性哈，所以可能是有一个双重感染的一个情形，加上新诊断的气喘发作哈，列为就是有气喘共病的一个合并新冠感染的一个个案哈。不过好消息是说已经病况好转出院了哈。那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的个案数是254位，那死亡的个案数没有增加，仍然是37名。防疫搁再放令，指挥中心宣布讲，11月初7开始，公共场所唔免搁放体温咯。另外，民众参加宗教的活动、团体旅游，搁有健身房甲8大行业，嘛唔免搁要求讲爱注3档的疫苗，也就是讲3档疫苗限制嘛取消咯。换大包小包行李，民众无论是坐高铁也是火车，拢爱先通过红外线热像仪，确认无发烧才会当入票入站。也毋过即马指挥中心宣布防疫个放令，无搁强制公共场所有体温。我觉得发烧本来就已经不是一个必有的症状，所以不发烧也不代表什么，好像取消也没什么。密闭式的嘛，那相对的，那如果有一个人有得到我们不知道的，那可能我们就无形中也会受到威胁，不太赞成。除了公共场合无搁强制量体温，过去宗教活动像射景、进香团、团体旅游、健身房、8大行业等，需要完成注3剂疫苗，还是快筛的限制也被取消。我们这个设备要摆着。我不强制你说你今天一定要量体温，可是我们会摆这个设备让你来量。社区里面疫苗覆盖率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放宽这些规定啊。现在的病毒其实以低烧、以呼吸道症状为主，那所以说比较有效的做法，其实是应该多提醒民众自己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要执行快筛。也毋过，医生有缘提醒，防疫搁放令，也等于是将风险害予个人。若是变异拄搁流行，那民众的疫苗接触注定无够，也是无注到次世代疫苗，有缘可能会有重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若有武汉肺炎的病毒，搁有流感病毒，嘛会探烧。疾管署监测发现讲，最近2个月，呼吸道病毒 RSV 嘛开始的时行，尤其是囡仔感染的病例是增加真多。台病院就统计讲，最近至少增加2成，平均一天会有3个到5个患着 RSV 病毒的囡仔住院。医师警告讲 ，RSV 这款病毒可能会引起下肢喘气困难尤其是2岁以下的婴仔上危险。新冠本土疫情长好，也毋过各种呼吸道病毒煞开始升悬。根据疾管署监测发现，9月以来呼吸道融合病毒，简单叫做 RSV， 儿童感染人数快速增加，为原本每礼拜18例增加到118例，以台儿童病院为例，平均每天大约有3至5位儿童因为感染 RSV 住院，平均住院的天数是5至7天。有些住院以后呢，可能需要使用高浓度的氧气，或者甚至短期的要使用呼吸器，那就会进加护病房。所以它目前是9月、10月在台湾
对儿童威胁最大的病毒之一了。医师表示，呼吸道融合病毒较会发作伫秋季到过冬年的春季，主要是喙烂甲接触传染。潜伏期是伫18天，初期症状甲感冒真类似，包括发烧、咳嗽、流鼻水等。因为肺部的痰增加，喘气的时阵会有响响的声音，甚至可能会发生喘气困难，对2岁以下婴幼儿有较大的威胁。一旦发生有哮喘啊，或者是说那个的呼吸道的不舒服的话，其实对这些气道原本就相对尺寸比较小的小朋友呢来说，会有更大的威胁在那里。医师警告，今年寒天恐惊有多种病毒感染的趋势，除了新冠病毒，还有呼吸道融合病毒、流感病毒、肺炎链球菌等，拢强要压起来。若爆发多种病毒感染，死亡率上悬会增加到8倍。提醒民众，又爱刮喙暗、定洗手，唔通因为国门解封就放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今仔日台北开幕，总统蔡英文伫致辞的时阵表示讲，台湾绝对袂因为中国的威胁影响到对民主的信心。台湾的民主论成的基础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嘛强调讲，咱的政府目前要调降青年投票的年纪，让少年人会当做出愈侪贡献。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2月伫咧台北开幕。这毋但是大会第一遍伫台湾办，也是边境解封了第一个国际重量级的民主交流会议。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委员会主席瑞萨发表开幕致辞时阵，学了台湾民主的表现。And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o do this than in Taiwan, Madam President. It is where David wins against Goliath. 民主是需要捍卫的。而台湾现在正处于捍卫民主生活方式的最前线。刘锡坤表示，我认真和大家知影，民主同盟国家，大家就要做点合作。总统蔡英文也认同，做有威权体制威胁的时阵，只敢来让透过团结来应应挑战。除了表达会绝对支持乌克兰的人民。也强调，台湾袂因为中国的文攻武吓影响民主的信念。However, even under constant threats,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never shied away from the challenges of the authoritarian interference. 蔡英文强调，台湾民主论成的坚实基础是公民社会，就要确保政府高度透明，而且每一个人拢对国家的未来有参与权。所以，将伫咧修法，甲少年人投票的年龄向下降，让少年人做出更较侪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乌克兰甲立陶宛的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今仔嘛去立法院参访。台湾甲乌克兰国会议员友台协会负责接待，嘛甲立法院长尤锡坤来见面。Regarding the Ukrainian-Taiwanese group of friendship, I'm a part of this group. And I can tell you one thing, it'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registered and it will be registered, and I'm so excited about so many great and fantastic and productive things for both of our states that will be done. We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乌克兰甲立陶宛的国会议员今仔早起去立法院拜访，嘛甲国内的立委做伙手提乌克兰、立陶宛佮中华民国的国旗，来向定三国家真友好的关系，场面是真热烈。再来看两岸的情势真紧张，国防部表示讲，目前中共一直有在做对台作战的准备。也毋过学者是认为讲，习近平伫短期内底应该袂拍台湾，也毋过相关的动作会愈来愈大。英国的剑桥大学一份针对25个国家的民调指出讲，中共若拍台湾，大多数国家愿意帮助台湾。台海情势紧张，国军部分人员伫咧保卫国家。体育会特别送国军官兵带สู่体验馆，要互官兵充饱电了才可出发。伫中共20台结束了，牵动两岸局势。国防部长邱国正伫最近就讲，两岸的情势紧张，若小可无顺利，就可能出代志。因故学者认为，习近平伫咧短期是会全力反台，而是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吓惊。他会借由一种针对性的战略布局，
那么在军事行动上去不断的去强化攻台的一个作战准备，那么并且采取一种多元的这种威慑策略，就包含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灰色地带的这种做法，或者是并同认知战。国防部回应讲，中共在军事行动上是一直强化攻台作战准备。孙立方讲，中共看到这边的俄乌战争，认为若是要解决台湾的问题，除了军事能力，亦该考虑到地缘政治加政经变化，让国军秉持着了解敌人的精神伫咧练兵。另外，英国检究大厦所做的一份25个国家的上新的民调，若是中共要武统台湾，大部分的国家而且过半数的民众愿意对台湾伸出援手，但是对于由美国带头派兵协防提供重型武器，认同的人较少，大部分拢倾向支持提供情报加军事顾问。20大这个事情证明了中国是更独裁，对外的野心更大，所以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我相信也是不只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也是世界普遍的民意。这个对于嚇阻中国对台动武，我相信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嚇阻作用。因为兵役的问题，讲要延长到1年是也未定案。目前义务役的薪水是6500，外界伫咧关心薪水是毋是会调悬。有单位提议讲，生活费调到15000，国防部并无否认，估计配合相关部会意見。記者綜合報導。来关心选战哦，最近有一寡针對台北市長選戰的民調，結果攏差真濟。黃珊珊就批評講，這攏唔是單純的民調，是故意的操作。伊嘛講，自從伊要參選，逐工攏有人講要棄保。黃珊珊是強調講棄保就是無出發。但市長表示講，想要操作棄保的人真濟，也毋過選舉應該愛注重政見甲政策的討論。選戰的腳步挖緊，各機構的民調嘛來正做關心的焦點。最近台北市長選舉民調，伊的結果差真濟。無黨籍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伊透早佇個面冊發文講，只係假民調、真民選這款惡質的選舉文化又佫開始啊！藍綠所做的特殊民調和獨立第三者所做的民調，結果是差真濟，這攏是為着要來帶頭影響。它已經不是單純的民調，而是故意用操作的方式。應該從我參選以前半年以上，每天都在講棄保，再就是沒有出席嘛。棄保相對可能性，大家都有一定的實力，其實也相當的困難。我想要操作的人還是很多，那我們這邊仍然維持以政策的公布、以政策的討論為優先。外界嘛咧推測黃珊珊的支持度落價真濟，有可能是受到水門事件的影響的結果。不過黃珊珊伊認為講，袂因為一個代志就斷定條的，要是逐工愛做的代志做好勢，嘛進一步表示講，關水門有一定的標準，袂使做政治的操作。關水門有一定的標準，但是不要說只是為了車子，然後讓整個旁邊的區域全部變成水鄉澤國，這個部分不要拿來做政治操作。一個首長連一個辦事情的先後次序都分不清楚，那怎麼當首長？當然是在關水門前就要把關水門前的 SOP 要做好來。伊若傳出台北市長郭文哲要佇個選前2禮拜請假替黃珊珊來輔選，對這件代志，黃珊珊伊回應講，唔知影講市長的規劃。假使講郭文哲若是願意替伊來輔選，伊當然是真歡喜。也若國民黨的蔣萬安透早雖然講無受訪，不過伊的行程也是滿，骨力咧走基層，要來爭取上大的支持。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宜蘭縣長林姿妙勘視土地備案，10月30日早起9點要開準備庭。今仔早起後，林姿妙是公開批評檢方未審先判，伊呼籲選民愛做伙來關心。檢方針對縣長的指控是表達遺憾。為什麼要欺負我們呢？我們勇敢起飛，盡好宜蘭。口氣正強硬，講家己予人欺負。宜蘭縣長林姿妙涉及土地貪瀆等備案，予檢方起訴。宜蘭地方法院按算30日早起9點的開庭。林姿妙2號早起由國民黨議員陪同，批評地檢署的起訴是未審先判按人罪名，希望選民30日最近來關心開庭。檢方不當的取供，當公編製的故事，先設劍。在畫靶。本署檢察官偵辦本案，經本於證據適用法律，上述詆毀本署之言論，本署自感
遗憾。对林祖庙的批评，宜兰地检署回应讲，侦办林祖庙的案件拢是根据证据、法律对林祖庙的指控感到遗憾。因若对手民进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坚是认为林祖庙的言论是伫咧对司法施加压力、破坏加挑战司法。所以这个就是要对于司法一个施压的一个态度嘛，他是要来破坏司法、挑战司法。那大法庭的旁听席我们设有41位，另外一个延伸法庭呢也是法庭哈。那设有旁听席18位。宜兰地方法院临时公告开放，18人申请伫咧延伸法庭旁听，2月开始到2月受理申请旁听证，用传真的方式报名，夜晚为止。报名电话是03-105-2001-2206。因若记者是开放11个人伫咧地立法庭旁听，到时是现场换证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邮轮来台湾的禁令，经过2档8个月，已经宣布解除了。也毋过业界是表示讲，因为咱开放了航班，所以明年邮轮靠港的航次未讲介济，可能要等到后年咯。因为疫情本来停伫咧贵人港等待护航客探索网号，伫咧3月时阵就离开贵人港。即马交通部航港局伫咧10月20日已经解除国际邮轮的禁令，准国际邮轮业者停航。台湾重新开放跨国航线，也毋过业者讲，因为国外解禁较紧，真侪国际大型邮轮拢已经转到其他国家布局。台湾即马才解禁，要等到大型邮轮公司来，可能要等到后年。台湾的一些这个航程安排的申请上面的，确实也比较就是重视一些防疫的这个措施，可能变成明年在2023年度的话这个以台湾为母港这样子的一个航程呢，会应该是大型船公司应该都不会来了。业者讲，即马即间来当布局2024，伫咧国境解封，航空业者也已经传好卡手。国际航空米兰新航线，伫早期首发班机是坐满，后礼拜一个要开航慕尼黑。业者积极伫咧布局疫情了后的旅游市场。这是国门的第一航线桃园机场，签了正久的第3航厦，即马就要按算到2026年才有法度完工。3航厦是在2026会完工，但是它会分3阶段来开放。2024先北廊厅，所以以后登记廊厅会增加多了。交通部强调，桃园机场这2年多以来整建南北的跑道，第3航厦分做3阶段启行，2024年开始要开放，会让互原本的1、2航厦的空间增加，也希望国内航空市场伫咧2024年会当转到疫情进前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上好港2点控，今仔线顶抽奖，计共是有168万人登记哦，有69万6千人会得奖。台北市政府是统计讲，饭店甲买物件优惠上歹抽到。请抽出熊好券2.0。上好港2点控，拜2的早起举办抽奖活动，这边有约168万人伫线顶来登记，不二个上尾敢若抽到69万外分，大家人拢想要抽到。想要抽到之后要干嘛吗？就去大吃大喝的，去北艺看个展览或者是表演这样子。不少民众期待讲得奖了后，会当好好啊说一下。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上好港2点控上侪人登记的是香果卷甲市集卷，上歹抽到的是大叔卷甲市集卷。只是讲上好港2点控的抽奖活动，搁伫个县市长选举进前来上场，外界咧怀疑讲，这是毋是选举进前的选举卷？要尊重议会的预算的审核权嘛，所以等到议会审查完，那时间就是这样啊。郭文德强调讲，上好港毋是县市长选举的选举卷，不二个媒体拢咧关心。文化部长李永德宣布讲，明年开始要互满18岁的少年人会当领1200块的艺坊券，这敢有算政治的选票咧？这也是我们当政治人物最大的压力，就是说，在讨好民众跟国家长期发展之间，到底要怎么做抉择？这是蛮难的题目。郭文德表示，国家的经费有限，天下的嘛无迄落通白食的，经费要安怎使用，政府恐惊都要好好来想，才会当发挥到上大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一个姓陈的国军，今仔早起的执行任务，赛车经过新北市三峡的介绍路，甲奥多摆相路。这阿兵哥无啉酒，也毋过这对骑奥多摆的妈妈甲查囝不幸死亡。陆军会师咧嘛强调讲，已经配合警方的调查。一台军用卡车要驶正法入去巷仔内底，有拍方向灯，也毋过驾驶无发现有一台奥多摆就伫叶边仔去甲伊划掉。伫另外一个角度看，双方划掉了。奥多摆掉伫咧卡车的前链，互伊拖几路公车才停落来。附近的骑家看到这种情形，讲强要哭出来。哦，我遮惊，好哦，看落好哦，可怜嘞。妹一直滚，一直滚。代志发生伫咧25早起7点外，警方初步了解，27岁姓陈的国军开着军用卡车自中立的补给分库，要去三峡的补给分库执行军品载运任务。就还未到位，就甲同方向的奥多摆伫咧三峡的介绍路发生划掉的情形。一个姓陈的妈妈载6岁查某囝要去幼稚园读书，行到半路拄着车祸，大人囡仔拢不幸死亡。经本分队检测军大客车驾驶陈南酒测时为0，全案依过失致死罪将陈南带返本分队侦办。第6军长非常难过，也很抱歉啊。目前已经指派单位的高阶干部先到医院来慰问家属，那后续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厘清肇事的原因以及后续的事故处理。陆军回应讲，驾驶的行政教育，抑个行车的路线勘查，拢有做严格要求。因若开车的国军也甲警方讲，迄当阵有注意两边是毋是有车，自我经过酒测，也无发现酒驾的行为，是毋是有所在拄好动调的看袂清楚，也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详细代志的原因甲责任，抑个等待警方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对于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册所不幸死亡生出的查某大学生，尸体鉴定报告指出讲，伊是无开死去，伊的家属今仔早起已经离开台湾。死者的弟弟甲姐姐旁斗要带姐姐登去马来西亚，面对媒体问题，伊无讲话。尸体鉴定报告是指出讲，死者是无开死亡，体内有验出药物的反应。红马棍的骨头有必损，因为嫌犯之前讲，伊是用枕头甲人挟死，这敢有关系？检方会继续来调查，找出真相。再来看法务部调查局前组长柯淑良涉嫌甲乌道斗空卖毒品，赚1亿6800多万。保证桃园地方法院长的审理，还必定今仔是以100万予被告交保，要爱定期搁向法院来报告。法务部调查局传出，2019年年底，甲6.5公斤的安徽太平证物拍无去，牵出航机站的前组长徐淑良涉嫌甲乌道交结，利用职务调包庇扣押伫咧航机站的毒品，不法获利讲1亿6800万，创台湾执法官员贪毒金额上悬的纪录，也对执法机关的形象造成正大的伤害。迄当阵的调查局局长吕文忠，因为这件代志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道歉。6.5公斤安徽太平下落不明这个案件中，本局主动清查的资金，发现前调查官许硕良夫妻2人名下出现计额不明的财产。徐淑良对所有指控拢认罪，伫收押要到1年7个月了，离死的楼阁开庭。法院认为，规件案件犯罪事实真复杂，共案的被告有9个人，爱调查的代志真多，无可能伫咧羁押期满进前审理结束。所以裁准徐淑良甲共案被告张玉祥分别100万交保。本院命被告2人均提出新台币100万元之保证金后，准予停止羁押，并从停止羁押的首日起限制住居。另外，地院也裁定，被告2个人会当用上新的实时报道方式，伫指定的时间、指定的所在，用手机翕甲机面的相片，公布传送到科技设备监控中心，定期向法院电子报道，并且接受被告的电子卡条监控。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艺人何韵诗3天前来台湾参加游行，和统一促进党的成员破邮册，检方嘛起诉胡志伟等11个党员。也毋过高等法院刑事庭只认定讲胡志伟有罪，判伊3个月，会当依靠罚金9万块。民事赔偿的部分，台北地方法院是判胡志伟应该要赔40万，其他10个人毋免赔。专案会当去上诉。香港艺人
何文诗接受访问的时阵，红破红擦的画面，让人印象真深。因为13年前以观光名义来台，所参加台港大游行。媒体受访的时阵，和通缉党成员吴志伟破红擦，事后检方以公然侮辱、毁损等罪起诉吴志伟等11名通缉党的成员。不过高等法院刑事庭认为，吴志伟只是认定毁损罪成立，判刑3个月，会当换扣罚金9万。被告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处有期徒刑3月得1颗罚金。附带民事部分认为被告损害原告名誉权，判决被告应赔偿原告非财产上损害40万元及法定迟延利息。民事赔偿部分，台北地院认为损害名誉权部分成立，不过伊将事假停留目的无符合的集会游行，无理由要求赔偿自由权损失，所以判决吴志伟应该赔40万，其他10个人免赔，会当上诉。记者打电话给吴志伟，手机号码已经是空号。通缉党总裁张安乐认为，吴志伟去破产变作有理变无理。核运师来了，本身已经违反了台湾的法律。你申请的时候、入境的时候，跟你所作所为的不符，就可以驱逐出境。更何况，其实我觉得，等于是原告变被告，有理变没理。他去是对的啦，手段就是方法有点错误。我今天对一个人泼红漆，这没有侮辱他的意思吧？甚至可能都有恐吓的意思。而且我是不是就是强迫他？我就是要让你没办法穿这件衣服，这难道不去影响他选择他穿什么样衣服的权利吗？不但认为司法官的律师认为，这个案的刑事部分只有毁损罪成立，不过民事官司损害名誉权部分煞成立。刑事甲民事上伫公然侮辱的部分明显真无共，值得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司法部伫顶礼拜起诉7个中国人，昨又搁宣布讲起诉6个中国公民，因牵涉案件有干涉美国人权自由、有干预华为的调查、有想要采购美国敏感技术甲设备等等。美国的司法部长嘛指控中国想要破坏美国的司法体系。美国的司法部长郑兰德慢慢行入记者会现场，宣布要起诉6位涉嫌为北京情报机构工作的中国公民，其中有2位被指控间谍罪被告王晶甲胡国春，想要监管华为的调查案。再加上顶礼拜也宣布起诉7位参加替中国实行拿货行动的中国人，等于是美国伫最近一遍就起诉13位中国人。Last Thursday, we arrested 2 of those defendants. Those activities were part of the PRC's global extra-legal effort known as Operation Fox Hunt. Its purpose is to locate and bring back to China alleged fugitives who have fled to foreig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贾兰德指控这伙人的理由包括塑料恐吓受害者，目的是迫使受害者返去中国，也个以核数机构做暗号。想要采买美国敏感的技术甲设备，除了干涉美国个人的权利甲自由，也破坏美国的司法体系。贾兰德强调，袂容忍任何的外国势力想要破坏美国民主基础的法治。They did not succee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not tolerate attempts by any foreign power to undermine the rule of law upon which our democracy is based. Today's cases make clear that Chinese agents will not hesitate to break the law and to violate international norms in the process. 贾兰德发表声明的前一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才拄摕到史无前例第3任的任期。FBI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瑞基是避免但时间点正拄好的关键性。只敢来讲，中国若是继续安尼先做，美国方面会继续调查。因那华为的发言人甲中国大使馆到目前是无对外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因为首相特拉斯做45天就落台，张新首相嘛选出来了。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当选，今仔上任，伊是英国史上头一个印度的首相。伊表示讲，英国目前有真严重的经济危机，但爱团结做伙来面对挑战。也毋过有专家是表示讲，苏纳克的处理是好野人，百姓的经济压力，伊恐惊无法度理解。
苏纳克伫咧两位竞争者竞选上强生，甲下议领袖莫登特退出，暂时支持伊了。当选保守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第一遍公开演讲。We now need stability and unity, and I will make it my utmost priority to bring our party and our country together. I will serve you with integrity and humility. 严古有党内议员认为，伊有参加策动推翻前首相强生，即期无赢到选举的特质，也有人认为伊伤过好野，无法度去了解英国人目前生活经济压力愈来愈大的情形，也怀疑伊敢有才调，或一个已经执政12年的政党，搁拍赢后一届国会选举。英国正拄着40年来上严重的通膨，能源甲物价拢起的经济危机，这寡拢是离过上任的苏纳克爱处理的代志。The problem will be is he is seen as someone that's not broadly on the side of people. He's seen as someone that's broadly out of touch. His immediate problem will be the 31st of October, where he has to come up with a set of budget measures that provide that confidence. 苏纳克捌伫咧投资银行高盛、甲几落间对冲基金做过。2015年正入政坛当选国会议员，正紧就正济保守党的新名星。2019年做宰相，今年7月前首相强生下台，苏纳克竞选保守党的党魁失败。严格对当选的特拉斯了后所提出的减税政策提出严厉批评。特拉斯了后也因为相关政策不当引起民怨，只敢拿做45天就辞职。苏纳克伊的老爸是医生，老母是药剂师，自细汉出来就真好兄。伊的看守也是印度血统的好野人的千金小姐。除了是英国第一位印度的出身的首相，也将会是国王查尔斯3世第一位任命的首相。今年才42岁，是最近200年来上少年的首相。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全球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真大，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联合国统计显示，讲3月中到达，已经有7100万人真散者咯。厝外拍拼的外国移工，因为物价一直在起，拢爱搁减第2份石头。另外，伫索马利亚，因为有可汗，有50万的囡仔要寄失顿，随时拢有可能无命。来自埃及的穆罕默德伫阿联杜拜一间埃及餐厅工作，因为伫家己家乡赚的薪水无够开，埃及通膨提升到16%，数百万生活伫贫困中的埃及人生活更加是困难。فأخذت خطوة هنا كان في ناس هنا أصحابي أنا قالوا لي حاول تيجي وكده وتسعى。伫全世界会当讲是每一个所在民众拢对物价一直起真有感觉，也毋过通膨所对于发展中国家冲击更加大。穆罕默德选择到异乡趁钱，都是一个例。另外，也阁有人就安尼爱过做第2份工课。فطبعا في الفترة اللي فاتت زاد عدد المصريين جدا اللي هم بيجوا بيدوروا على شغل واللي بيجوا يسألونا على شغل من أموالهم بتتحول شهريا علشان خاطر يعرفوا يعيشوا في مصر。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7月一份报告，俄乌战争冲击乌海地区谷物的供应，粮食甲能源继续起。今年3月以来，发展中国家有7100万人陷入贫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全球通膨率会达到9.5%，不过发展中国家会更加悬。If you send someone $100 back home, that's a lot of money. I mean, they can make a living out of it. But after the inflation, they have to have at least $120 to just buy a basic necessity. 今年52岁瓦萨玛17岁时阵为索马利亚移民到美国，即马逐个月寄钱登去老厝，有时阵爱借钱，互亲戚朋友看病也是急用。位伫非洲一角的索马利亚，大约100万人因为苦旱甲冲突走入家园，已经有数千人因为苦旱死亡。联合国统计，大约5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也是饥饿面临死亡风险。伫塞浦路斯的菲律宾移工贾塔斯为了帮助因为风台受到断水断电的6个亲戚朋友的生活开销，逐个月大约寄200欧元，相当大票6400块转去。拄着通膨，家己也只会当欠长内度。菲律宾是新兴亚洲国家中粮食安全上欠的国家。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有一寡人会用这款药膏互球的头毛变直，这款药膏敢会影响到健康呢？美国国家环境卫生研究所最近研究发现，讲这款药膏的成分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哦。美国有一个34岁癌症病人，就向生产这款药膏的巴黎莱雅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珍妮佛·米切尔伫律师甲家庭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32岁米切尔4年前伫先用门诊意外发现家己得到子宫内部癌，伫接受全子宫切除手术了后，生囡仔的梦想从此就破灭。I'm 32 years old right now, and I'm still feeling that void of not being able to bear my own child. 米切尔为10岁开始就继续使用地头毛菇，不过伊并不是特例。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调查，超过3分之2的非裔女性伫使用地头毛菇为头毛做造型。国家环境卫生研究所17发表的新研究，追踪33000多名35到74岁女性使用地头毛菇的状况，发现过去一年使用地头毛菇4摆以上的女性得到子宫内部癌的几率，比唔捌使用的人高2倍多。Because of the marketing from these corporations that should have known the harmful effect that these chemicals were having on their customers. 这项研究显示，地头毛菇化学成分甲子宫内部癌得到风险之间存在关联性。米切尔代表律师团接到几件律师案件，律师认为巴黎莱雅集团至少伫2015年就掌握地头毛菇的成分有害健康的资讯，不过并无适时的通知消费者。I am the first voice of many voices to come. Stand up to these companies and say no more. No more. 这件民事诉讼案有计要求巴黎莱雅美国公司支付广告的金钱损失甲医疗费用，目前巴黎莱雅还未做出回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花莲县政府起的青年主体哦，去年开始交厝，也毋过所有漏水、必顺、污水的管线塌掉的等等的问题，民众反映嘛拢无改善哦。民众是真怨叹讲，县政府甲营造的厂商拢毋肯负责。来到花莲县政府伫个新城起的青年主体，明明都是全新的建筑，毋过部分大楼所拢有排水的问题。便若是落大雨，这个天棚还佫有通风口拢会涉水，较低楼层的下水坑还佫会闷垃圾水出来。当用胶布甲用起来，石头甲减低起来。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它水会冒起来，我逐工踮遐砌这就好啊。青年主体从2021年开始交厝，拢总有7号810户，加点面158户。居民咧喊声讲，特别甲县府反映拢无得到改善，亲像讲楼尾顶的通风管漏水，竟然是用保鲜膜甲封起来，垃圾水的处理系统内底拢是落糊膜也无清。我们先用社区的钱先去帮住户解决，因为有一些店面你不能让他等县政府啊，因为你等。有的人现在等2-3个月都等不到。县府的建设署表示讲，伫个保固期内底，如果有啥物问题，拢会当报修。假使若是这个管路器有塌掉，嘛会当请厂商来查。嘛讲，如何伫使用都爱有好的习惯。这个我们会去清查，包含这个漏水的状况，或者是有在这个电箱渗水这个情形哈，那这个都必须要查清楚。面对县府的态度，部分的居民也是无法度接受。咧批想讲，这个品质也无法度来得到国家的倒挖结县奖，这实在是让烦恼。讲若是保固期了后，相关单位会甲责任写甲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外部区6分里的民众，今仔指控高铁经过因的社区的时，造成真大的噪音，已经困扰因15天了。因发起联署要求高铁爱改善，环保局嘛表示讲，会设仪器24点钟来检测违规，就要求高铁公司爱改善。高铁放一声经过白色配橄榄色车身，有影是真显目。不过，这对住伫台中外部6分里的民众来讲，高铁经过噪音，因已经听15年。拿出来囡仔定定互惊到，连大人嘛挡袂牢，连续要求高铁都要改善。这囡仔破咧吼，拄啊火高铁拄啊直接过吼，我来带一个安尼呢，尤其是暗时啊，尤其是年最啊，加班车做时吼，伊个速度放紧，迄嘈杂声佮加倍安尼。是真正，若来遮感受过的人，才会当真正了解啦。
民众批评高铁这则的假音标，敢若做伫咧西平、东平拢无做，所以才有24号长期会插甲挡袂牢。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已经咧当地初步neu测，就北的瞬间噪音是70分贝，落南的是76分贝，后续会搁采机器24点钟监测，若超过标准，会要求高铁改进。高铁列车通过瞬间音量约为70至76分贝，如后续监测有超过管制标准情事，将依噪音管制法规定，要求高铁公司提送噪音改善计划，采取适当的防音措施。高铁表示，西平的假音标是当初咧起的时交予专业的顾问公司评估设置，通车了伫敏感路段，拢有继续监测，若有超过目前的法规标准，会依法改善。记者转报道。来看有86档历史的台南中正路尾旧鱼仔市场，目前咧进行 BOT 的招商哦。传出讲要甲旧的市场拆掉，要起新的旅馆。在地文书团体是真不满，因强调讲，市政府只正前有保证讲市场一定会保留。市政府嘛回应表示讲，未来的开发拢会甲文书团体来对话，取得共识。传出讲要拆掉市场，应该是一场误会。拆除的团队共台南旧鱼市场的物件拆落来，准备克里文化局的文资建材银行，等待后续活化刚好要利用。但是对2018年市府宣布要原地保留了后，到现在4档的时间，这个地点拢无变动。近期说传出要拆除来起旅馆，引发文书界议论纷纷，嘛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讲清楚。它确实是不是一个法定上的文化资产的建筑物，但我觉得也因为是如此，它变得非常的有弹性。如果假设它是一个提供一个非常具体、相关、美好的配套方案提供出来，其实也能够一起站在同样的方向来支持这样的一个立场。机会咧，会当甲用做一个像法国塞纳河旁边的迄个音乐餐厅安尼，会当来。咱过去这个遮的物产哦，来做一个文创的升级。咱这个遮来低度开发。对此，台南市管理局表示 ，BOT 招商案，现在委员拢有提出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无结果。不过管理局是强调，招标的公告申请拢有提出相关的限制，就是必须要进行迁移或者是变更的时阵，拢要伫投资计划书当中提出。设计案嘛，必须甲文书界对话取得共识。那郑重澄清，这是大家误解了。那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个招标申请的一个须知里面也讲得很清楚。那未来呢，公部门呢也会尽力来把关，得到社会各界的一个认同。台南旧鱼市场建建运河的历史，2006年因为中国城继运河新转跨区征收案，台南旧鱼市场一度是面临拆除的危机。市府2018年宣布原地保留，如今佫传出要拆除的消息。不过管理局嘛讲，旧鱼市场并无文资的身份，外化的做法有真侪种，前提就要确保公共安全。未来有真侪讨论，等待有明确的结果，会佫对外来说明。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逐当的9月份哦，乌面腊杯就会飞来台湾过冬。今年的10月开始哦，数量是愈来愈多。嘉义布袋湿地伫10月11只有170外只，最近一定要上千只咯，是有史以来上多。高雄的家庭的湿地，这2天的数量嘛已经超过900只。也毋过附近的永安湿地哦，因为无水，目前只有30外只。规群的乌面腊杯鸭头伫水内底找物件食，这是高雄鸟会领用的嘉义布袋盐田淡地。因为今年4月开始引水来营造栖地有成，鸟会观察对11到21号乌面腊杯的数量对170几只提悬到951只，创新高。最大量会是集中在9区盐田，因为它旁边就有龙宫溪的水可以引进来，但没有水闸门。所以我们就跟特有生物中心做了一个合作，就是在排水安装一支无动力的虹吸管，把水引进来。除了鸟会引水，鱼蚊仔将水排入去盐田的时阵，嘛会引入去一寡鱼仔、虾仔，去用乌面腊杯来找物件食。乌面腊杯每当9月开始会陆续到南部过冬，毋那嘉义、高雄家庭淡地的乌面腊杯目前嘛超过100只，但有鸟友发现附近的永安淡地过往假期会使看到近100只，目前煞单有30几只。渡冬的候鸟大部分都是水鸟啦，那有水的话，就水中会有很多的鱼虾贝类，还有一些软体生物，
所以都是候鸟很重要的食物。干涸的话，那些食物就会不见，候鸟就没办法来这边觅食栖息。高雄教会表示，永安淡地打气是长期的问题，管理单位台电总是要等教会顶提醒，才会请渔民放水。水域面积过低，就会造成水饺数量大减，呼吁台电加强管理。台电回应，因为今年降雨较少，所以渔民供水嘛减少，已经展开抽水补水的作业来改善。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南部报道。来看花莲县目前是有72万外台的乌多摆，佮加上汽车、柴油车，车辆是真多哦。花莲县的环保局最近引进一套新的系统，以车牌辨识技术，会当去掠到高污染的车辆，通知车主来验车，帮讲会当来改善空气的品质。车辆经过光学分析的遥测，边仔有科技影像车牌辨识系统，只要移动中的车辆经过，就会当马上透过紫外光红外线。分析车辆所排放的污染物，含过去需要派出袂少的人力稽查拦检，会当省下袂少的人力和物力。那事实上，有些柴油车，它就是透过把所谓的触媒转换器把它关闭，好，那也就造成污染的排放哈。那我们今年我们特别引进了全台湾第一套，我们透过所谓的移动式这个光学监测，那这套系统可以监测车辆在移动的行进间，它所产生的一个污染的一个情形。环保局表示，统计110年，乐清工业区全年进场的车辆数达到141万台。至于牛年科技工业区，每年进出的车辆嘛有43万台次。目前初期的规划，将以乐清工业区和牛年科技工业区来做执行，并和牛年科技大学、三光学合作，建立污染排放大数据的资料库。未来的话，再结合这样技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测验系统，然后把我们排放系数的资料全部揉进来，这样的话，在一个完整度也会比较好。那未来我们会应用在六轻工业区，那一年的一个进出量大概是140万台。好，那未来我们就把这些资料那转换成资料库，那也可以来提供整个云林县空气品质一个改善的一个参考。环保局表示，借着车辆的辨识系统，比对车机资料后，会当进一步通知有污染疑虑的车主，先来进行车辆的调修还是检验。有效掌握高污染的车辆来进行管制，以减少空污的排放，达到改善辖内空气品质。记者为您报道。11月2日，除了要选县市长，阁有议员哦，阁有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护国公道。有民间团体调查就显示讲，民众对18岁公民权的支持度是有提升，也毋过嘛是阁有4成外民众毋知影有这个公道。离9合1大选剩32天，除了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阁有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护国公投，爱965万票才通通过。根据统计，也有16%的中间选民也无决定敢要投下同意票。是台湾第一次。台湾人自己一起来决定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要修正。台湾正在进行一场非常大规模的世代正义、世代沟通的运动。这摆统计20月份调查，甲顶摆8月份的调查相比平，民众支持度有增加，但是整体也有42.1%的民众唔知影有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护国公投。3月25号立法院投票的时候是109票比0。全部的主要政党都投同意票，是不是我们现在各主要政党大家要继续努力，让我们的支持者知道说有这个公民权的投票？2017年我们下修公投法，就已经把过去公投的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民法的20岁成年下修到18岁，到明年的元旦即将就要上路。所以这一路上其实做的事情，就是在台湾，我们希望成年年龄可以一致化。民间团体表示，除了会伫所落来1个月的时间继续宣传，嘛呼吁各政党甲候选人应该各来加选民有同意票，希望达成1000万张同意票的目标。记者郭炳水台报道。国语日报的工会今仔早起去教育部陈情，工会代表指控讲，目前的代理董事长孙庆国透过董事会派家己做董事长兼社长违法自肥，佮恶意资遣员工，希望教育部会当帮员工发声。违法自肥，违法自肥，背信忘义，背信忘义。10月25是国语日报创报74周年的日子，15位工会成员甲真济劳团做伙到教育部头前来陈情，指控现任董事长孙庆国为代理到正式，佮家己兼做社长，干那顾家己趁钱趁爸爸，扰乱规矩。今天要我们员工共体时间，看我们的薪资，看我们的员工。
他见支领全新。工会认为，酸庆国毋若破坏体制，抑阁讲爱共同渡过难关，直来减少员工的薪水。已经服务25档的林英雄表示，伊所在的部门互人踢掉，伊嘛互人逼退休，当咧拍不当资遣的诉讼。虽然满了20年，他让你退休，他是强迫性的退休，这部分也不符合劳基法。虽然即马教育部甲国语日报抑阁为着监视政府关注所成立的财团法人咧拍官司，工会是请主管机关教育部来斗相共。针对工会指控国语日报的董事长孙庆国是回应讲，一切拢按照董事会规定办理，而且国语日报长期咧了钱，去年了6500万，今年到今才了2300万。一个长期亏损的报纸。假如说他不愿意改变，他不愿意开源节流，我们怎么永续经营下去？尤其是今年是74周年，去年亏损了6500万。孙庆国表示尊重工会讲话，不过嘛请因提出证据。那教育部是表示4月已经函文予报社，请因加强沟通，保障员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农委会最近出版一本故事册，叫做《残忍的宝贝》，用囡仔角度来看咱台湾的有机农业，咱们做伙来看卖。这些生物或是这些植物闪闪发光的，还有包含那个不能痘痘，其实它都是非常的像宝物一样闪闪发亮的。画家小解绘本为什么合作产内底宝物，大海甲有机相长，用一个囡仔人伫花莲南安部落的观察林木有机生态。有机最核心的概念，它其实就是一种开放，怎么样去传达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你要走到那个生产的地方，然后去探索，就是去感受。绘本透过囡仔人大海行去田园内底探索的过程，发现部落妈妈有机栽种葱花、部落经济等等的保存。发起有机农业绘本专案计划，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台湾东部的有机农业占全台湾4成左右，希望透过绘本，一年年的囡仔嘛通了解有机农业。保种的议题，还有环境生态的议题，那当然落实到我们有机农业食农教育议题，那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绘本，能够去传达出来。农粮署按算2月开始，伫全台举办7场巡回发表会，希望有机农业改进民众的生活，思考台湾有机环境的重要。记者电报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办立秋衫裤的义卖，嘛专工邀请长辈来做model，将台内底是清炒，呼吁大家爱发挥爱心。汉地穿到遮尔适拍，这是82岁的吴苏莱米阿嬷第一摆做model，爬上台顶电视清擦。平常时就真爱水的伊，知影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立秋寒天衫裤的义卖活动，就真欢喜要来表演。你个年纪遮大，穿真啊，敢若囡仔呢。哎呀，我从做人毋捌穿到遮短，人穿到长长安尼。这是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第8档举办立秋精品的义卖活动。前一阵因为疫情，立秋衫裤卖了无介好，所以因结合线顶的销售，佮找着厂商，甲卖无了的衫裤管出来，互义卖商品更较丰富。希望大家做伙帮助60长辈。去年的话，募款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有少了4成左右。那今年疫情比较趋缓，那比较多民众走到户外来，所以我们今年呢，希望能够真的是能够达成目标，募到60万，然后来支持这一群独居弱势的长者。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邀请民众响应立秋精品义卖活动，为10月2号开始，总共举办5场。另外，线顶的销售嘛一直延续到年底。记者麦上营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日票，今年是大热3成，所以进口的成本是增加真侪。卖酒的业者嘛只好增加，嘛只好甲价小调好悬。所以最近伫日本上酒吧的人客就发现讲，啉酒拢比以前贵5成。朋友烧酒下班了后去酒吧吸一个，是真侪日本上班族日常的生活。不过即马日票愈来愈薄，麦乐破1块的美金换150块的日票。进口的葡萄酒嘛变甲贵33。それだけお客様にも負担をおかけ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やっぱり店主として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日本酒类的消费，进口酒占7成，也那日票今年以来已经大落3成，加上9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成长3%，创下8年来的新高。在相同的压力之下，日本差不多有2万种的食品甲饮料，今年拢有起价，特别是进口的商品是更较明显。
あまり上がってくるとワインを飲む機会がどうしても少なくなったり、量が少なくな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なと思うので、そうなると本当に辛いですね。日本政府为着稳定物价，按算会投入20兆至30兆的日票。不过有专家认为讲，安尼恐惊会致使日本的财政赤字扩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